中华电竞协会前日颁奖请牵涉到毒品案的前世界冠军托伊斯刘伟杰来颁奖，引起争议。教育部体育署是表示讲，伊毋是指导单位，嘛无了解这个活动。部长潘文忠早起伫立法院受到质疑，体育署是强调讲，会来提检电竞协会的补助款。 电竞协会颁奖了争议，体育署是一再强调，无补助、无规规，更加无同意做指导单位。国民党立委万美玲质问教育部长潘文忠，敢会受气，敢会提告？部长，好，这件事情你生气吗？当然觉得非常不适当了。他不适当，那所以你谴责吗？委员，这个我们已经很严正的表达哈，表达什么？运动赛会绝对不能跟这些毒品挂钩。 万美玲认为教部无提告，嘛无出声谴责，态度受过冷。质疑是因为协会理事长甲立行有关系，才会安尼。连补助款自81年开始，就明显增加。因为参加的是今年亚运，所以它相关的经费，我们是全力支持电竞选手，不是支持这个学会，也跟政治无关。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部长应该要拿出你的态度来。我的态度就是不应该跟政治化。 潘文忠是一再反驳，甲万美玲两人是一句来一句去。潘文忠是搁再讲明，协会无经过同意的挂名，未来严格规范，而且有适当处置。也那体育署长陈世忠伫咧询答的时嘛表示，协会内部有咧讨论敢要处分，体育署嘛建议要提检电竞协会补助款。记者综合报道。